咁呢一個景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指壓中心，即係仿製指壓中心嘅景。咁就講裏邊咧已經係即係火燒晒啦，好危險啊！裏邊好彩裏邊係冇傷者喺度。咁但係消防員入去裏邊救咧，依然係即係困難重重，因為裏邊非常之高溫度。咁佢哋入去都有一個難度喺度。咁入到裏邊咧，亦都乜都睇唔到啦，黑掹掹咁樣，因為好大煙啊成日。咁所以又增加咗佢哋救火嘅難度。預備1、2、3，得！因為我哋每揾到有一個景可以俾我哋咁樣燒個景啦，定還係咁噴水啊、噴霧啊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就嚟到呢個皇后山嘅前軍營咧，就搭咗幾個景。咁分別有一個非法嘅加油站啦，有一個指壓中心嘅走廊啦，同埋有我哋主景權威大廈嘅走廊。其實佢嗰個範圍太細咧，就算上咗嚟咧，都只可以逐個逐個咁救佢落去啊，一兩個咁啦。所以有時啲消防員上咗嚟嘅時候，見到咁多人咧，個心就係好痛咯。咁啊，通常消防員咧就兩個上嚟，一個自己跳入去，就留翻一個咧喺度操控個機器。咁啊，最多都係救多兩個嘅啫。不過佢哋都好好噶啦，即係自己嘅性命都唔顧咧，就跳入去先，讓咗人哋先咯。我秘密俾大家聽啦。其實消防員咧最中意飲嘅咧係牛奶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師兄咧都教好多師弟就係話，你知消防員成日要入火場啊，跟住會吸入好多濃煙啊。咁當消防員吸入咗咁多濃煙之後咧，飲翻一樽牛奶咧，清一清個氣門，同埋最緊要係清腸胃。飲杯。整多條褲喺入邊，都要3條褲。